中山樓市知多啲，係歡迎收睇 Henny 嘅地產頻道。今日咧係聖誕節，先同大家講一聲 Merry Christmas。大家咧喺社交平台經常咧會見到有地產同行介紹話咧，喺中山 total 170萬咧就可以入手一套全新精裝嘅別墅啦。咁究竟係咩樣嘅別墅咁抵買咧？百幾萬嘅別墅，除咗三灣雅閣樂嘅1/4細別墅之外，仲有邊度嘅別墅有咁筍嘅價位咧？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進入正題。咁呢個項目咧就係神灣嘅新時代南灣，係一個位於中山市神灣鎮中心嘅一個綜合性嘅住宅項目。值得一提嘅係咧，呢個項目都幾有意思下嘅，因為最初咧係由中山本土嘅發展商叫做寶藝集團旗下嘅公司開發嘅項目啦。咁喺2011年嘅時候咧，佢又以寧星名都咁嘅推廣名進入市場。2017年之後咧，就時代地產同埋寶藝集團合作，將其更名為時代南灣北岸。而家咧又以新嘅時代南灣咁嘅名咧重新起航啊！咁好在呢個樓盤咧賣嘅全部都係現樓現證，唔使擔心話收唔到樓啦、出唔到證啦呢啲咁嘅問題。接落嚟咧 Henny 咧我就會對呢個項目咧進行測評，全面咁俾大家了解一下呢個項目，有讚有彈。對中山別墅有興趣嘅朋友仔，記得先俾個 like， 然之後咧再慢慢睇。喺呢個 location 方面啦，佢係地處神灣鎮中心嘅一個區域，緊鄰嘅係神灣大道，周邊嘅交通啦、配套啦係非常之完善嘅，可以通過中山西環高速啦、港珠西線咁嘅一個快速連接中山城區、珠海、澳門等地，30分鐘咧就可以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嘅口岸，適合有跨境出行需求嘅各位朋友仔啦。喺商業配套方面，佢係自帶咗5萬平方米嘅星灣類商業中心，已經入駐嘅係1+1超市啦、麥當勞啦、瑞幸咖啡啦等商家嘅。周邊咧仲有神灣中心市場啦、飯店啦、酒店啦等等，生活購物餐飲娛樂需求咧，基本上咧可以一站式滿足得到嘅。喺教育配套方面咧，周邊咧就有神灣中心小學啦、神灣中學啦等等學校嘅項目。自己咧亦都係配建咗幼稚園啦，全齡教育覆蓋係比較完善嘅。喺休閒配套方面，佢係背靠國家級嘅3A 森林公園鴉髻山，自然環境係非常之優美嘅，適合徒步啦、登山咁嘅活動。而且咧佢社區裏頭咧仲規劃有游泳池啦、健身設施啦、兒童樂園等等。咁喺產品戶型方面，有別墅、有碟墅、洋房、公寓等等多種產品，滿足唔同嘅客戶需求嘅。咁其中咧別墅嘅產品面積咧係250方到389方，係相對比較大嘅，部分係帶精裝交付，而且咧送露台、送花園等等空間，性價比相對嚟講係比較高嘅。公寓產品咧就主打投資屬性啦，同酒店合作託管，業主咧就可以收到保底咁嘅一個收益嘅。我咧重點將別墅喺度賣嘅戶型同埋總價咧展開同大家講一講下。雙向別墅30到39棟，佢嘅面積係250到280平方 ，total 大概係280到350萬左右。聯排別墅6、7、8、16、17棟，面積咧係330到340平方咁樣，total 咧係340萬左右。其餘嘅咧全部都係碟墅啦。咁碟墅咧都分為3種喎。第一種就係樓梯型嘅4碟啦，上碟咧大概係200平方。有2層嘅 total 係130萬左右，下碟係250平方3層嘅 total 咧係210萬起嘅。第二種就係電梯型嘅6碟，上碟係168平方2層嘅 total 160萬左右，下碟咧係340平方3層半 total 係240萬左右。咁中碟咧已經全部賣晒㗎啦。第三個就係電梯型嘅6碟，上碟係244平方3層 total 係200萬左右啦。下碟咧大概係389平方4層嘅 total 係275萬起。如果大家想了解具體嘅戶型咧，可以喺評論區留言啦，或者係連接翻 Henny 嘅。喺社區環境方面啦，小區嘅綠化率係比較高嘅，設計同埋養護係相對比較好，整體入住率咧都比較高。社區嘅氛圍咧係好濃厚嘅，有一定嘅生活氣息啦，同埋一個人情味喺度嘅，特別適合我哋港人長期居住啦、度假同埋養老。咁好啦。講到呢度咧，又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環節啦。
頭先講咗好冇咁多嘅優點，咁佢究竟有邊啲缺點咧？你可唔可以包容到呢啲缺點啦？嚇，第一個就係景觀受限啦，因為部分嘅訪園因為位置嘅原因，好難直接觀賞到我哋鴉髻新嘅一個山景，而且咧靠近道路嘅訪園咧，可能會存在呢個噪音嘅問題啦。如果係對聲音係特別敏感嘅朋友，就一定到現場去了解清楚啦。第二個就係交通噪音影響大啦，臨近主幹道神灣大道咧，車輛通行咧可能會產生一定嘅噪音，對居住嘅舒適度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嘅。第三個部分戶型局限，因為部分嘅疊稅產品咧係樓梯型嘅，後期咧係冇辦法自己安裝電梯，對於行動不便嘅朋友仔嚟講咧，可能咧就冇咁友好啦。總體嚟講咧，神灣呢個新時代南灣咧係適合追求性價比啦，注重生活配套啦，同埋自然環境嘅一個購房者，尤其係本地居民啦，或者係有跨境需求嘅一個港澳群體啊。如果你對景觀同埋呢個安靜嘅程度要求比較高嘅話咧，建議優先選擇小區內部位置較好嘅訪園。咁呢一期嘅節目咧就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想了解中山或者其他項目啦，可以喺評論區留言。Henny 咧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記得 follow 翻 Henny 嘅頻道。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